歡迎收聽 Here Observe True 頻道，我哋為你帶嚟最新、最真嘅新聞及時事分析，深入全探討。特區護照申請費已加60元，9月起實施，政府料年增預1.4億元收入。政府計劃自2025年9月起，全面調整入境事務處轄下28項服務收費，當中特區護照的申請費將顯著上調。16歲或以上人士的護照費用將一律加價60港元，32頁護照由370元加至430元，48頁則由460元加至520元。16歲以下兒童則加價30元，分別調升至215元、32頁及260元、48頁。此次調整以收回成本及用者自付為原則，涵蓋入境規例第115A 章下的18項收費及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條例第539章下的10項收費。政府估計加價後每年可為庫房帶來約1.04億至1.4億元額外收入，並指對大部分市民的日常生活影響輕微。除護照費用外，多項與出入境有關的證件亦將上調，包括多次通用回港證由170元升至210元，限用一次回港證由55元升至70元，過境簽證由120元升至170元，延長逗留期限簽證由230元升至330元，亞太經合組織商務旅遊證有效期不超過5年上調160元，有效期3年的多次入境證由935元升至1350元。政府文件指出，現時多項服務的成本回收率僅介乎14%至94%，調整後將可提升至19%至100%。政府強調，由於一次過全額收回成本並不切實可行，因此採分階段加價，幅度介乎3%至51%，當中有20項增幅超過20%。社會回應加幅可接受。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副主席楊永傑表示，在目前政府財政壓力下，加價屬合理調整，影響亦不大，因10年期護照的申請人不會每年更新。至於商務旅遊證等收費上調亦屬溫和，不會影響商務人士來港意欲。政府強調將持續檢討各項收費，並透過精簡程序及提升效率，減低服務成本，減輕市民負擔。如果你唔想錯過最新、最真新聞及時事分析，記得點讚、訂閱 Here Observe True 頻道，撳埋鐘仔，第一時間掌握全球政情動態。多謝收聽。